到台湾好味，高雄公山空军眷村的新兴市场徛60年了，因为市地中月6月初9要来拆掉，但是新的市场也咧施工，摊商是真无奈，这段时间是要安怎做生意才好咧？也毋过有文化团体认为，这个超过1甲子的老菜市啊，应该保留才对。在地乡亲更加唔甘，因为菜市啊底有真济由阮细汉食到大汉的小食档，真有感情。 这是手工热烂的面条，南瓜肉碎落，非常香，真好食。这小小的面店伫市场内已经卖得要40档啊！小富富的人生咧出现，内面的小笼包、皮堡、汤汁多，这嘛已经传到第4代。再来看这间卖卤味的，嘛已经伫遮卖几10档啊！这所在是高雄公山空军眷村新兴市场，已经有60档的这老市场，内面有袂少传统的好食物，拢是真侪当地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眷村的好滋味。但是因为市府的87期的市地中月要伫6月初9拆除，有人真怀念，决定倒来食美食。怀念一辈子的东西。60年市场快要收了，所以我们赶快来这边吃美食。 老市场要拆除，只是离大约800公尺外的新市场也咧施工，启用日嘛拢无确定，店家甲摊商拢真无奈。若袂当做生意啊，毋知要停偌久啊，物件阁无地搬啊。让我们无缝接轨，那边修好了，这边再拆。新市场也未起好，旧市场为什么要拆呢？之前有允诺我们是在6月10号要断水断电，然后搬迁完成。 主管机关又甲承包商合约，只好如期进行拆除。60档的眷村市场特别行入历史，文书工作者甲居民拢真唔甘，特别来到现场翕相，嘛怀念老市场留予因丰富的回忆。